为传承太鲁阁族先祖传统射箭技艺，秀林乡公所于109年9月12号在富士棒垒球场办理109年花莲县秀林乡太鲁阁族传统射箭技艺竞赛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县府北区办公室主任尤黄明、各区代表、村长以及各校校长皆一同到场参与盛会。经过一天激烈的赛程，本次传统射箭竞赛各小组的名次也陆续出炉。社会男子组优胜540队吕瑞宏，社会女子组优胜和平村郑秀珍，国中男子组优胜秀林国中雄狮队赵文轩，国中女子组优胜秀林国中雄狮队赵韶薇，国小男子组优胜崇德国小 A 队徐昌盛，国小女子组崇德国小 A 队徐佑轩。团体组的部分，社会公开混合组优胜为540队，国中混合组优胜为秀林国中雄狮队，以及国小混合组优胜崇德国小 A 队。另外获得神射手奖分别为国小组邱恩哲、徐佑轩，国中组赵文轩、赵韶薇，以及社会组吕瑞宏、邱霞。破纪录奖的部分则由540队吕瑞宏荣获殊荣。最后，本所期望借由本次赛事，能够培育更多传统射箭竞赛的人才，不仅延续太鲁阁族的传统射箭文化，同时亦为秀林乡与太鲁阁族在全国大小赛事争取最高的荣誉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